阿 Jackie，我想問咧，你嚟維港口腔嚟咗幾多次啊？我嚟咗4-5次㗎啦。 4-5次。我係補牙，同埋咧呢個牙周治療。但係你覺得佢哋嘅收費 O 唔 OK？收費係好合理嘅，佢唔算係最平。但係咧佢嘅性價比係最高，係啦，因為咧佢嗰個服務咧，佢嘅環境係相當舒適，係啊，同埋你有冇發覺咧？之前咧佢會幫你量血壓，量血壓仲有篤手指啊，係啊係啊，好細心啊，好細心。同埋醫生嘅手勢好專業。我作為一個顧客咧，即係冇睇我神高神大嘅，我好怕痛。但張書臣醫生咧個手勢相當之好，哇點晒名添喎，非常好細心啊呢個醫生，佢幫我打止痛針又唔痛，成個過程係好舒服，舒服到我真係差啲瞓着。得啊，咁快嘅？非常好。咁你有冇介紹啲香港嘅朋友？我首先介紹咗我太太過嚟，佢就剝智慧齒。哇，係大手術嚟喎。咁我喺度覺得價錢好合理啊，叫佢過嚟試一試，服務相當好。所以我覺得呢一樣我都有推介啲香港啲朋友過嚟嘅。咁所以你會繼續使用？一定，係啦，肯定好啦。多謝你，多謝你接受訪問。Thank you。